一块块厚实的白豆腐丢进油锅，清脆的油炸声让人食指大动。原本是车床师傅的彭天荣，压根没想过自己有天会变成臭豆腐达人。其实真正的师傅是客人，客人跑来跟我讲说，我的小孩子叫我来一定要吃你的臭豆腐。他说奶油是每天换的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儿子讲的。他说我儿子每天下课的时候从你们后面走而去看到的。将心比心，干净成了彭天荣做生意的最高指导原则，要求桌上的酱料罐不能看到一点脏污，几乎到了洁癖的地步。你的店员啊，会不会觉得你这个老板真是要求？会吗？客家的想法比较固执，但是我们说对的事情，他会坚持下去做。择善固执的坚持其实有段渊源，曾经因为臭豆腐太臭被邻居告，法官判赔10万，上了新闻版面。彭天荣说，他就此学会不先面面俱到就会吃亏，因此把每一位顾客都当成贵人。多吃一点客家话，都是德味，都是德味，都是德味。多吃一点，都是德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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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